呢個字係 society， 頭一個音節唔係 so， 唔係 so， 係 society。要做社會頭一個意思咧，就係人類嘅群體。譬如話有一個窮兇極惡嘅人一定要坐監，因為佢對社會係一種危險。英文咧就係 is a danger to society。記住唔可以用 A， 唔可以用 THG， 亦都冇 plural number。第二個意思咧，亦都係社會，不過係一個具有特色嘅社會。譬如話香港係一個雙語社會咧，英文就係 Hong Kong is a bilingual society。好奇怪㗎，中文用得兩詞一個呢，英文就可以用半詞 A 㗎啦。第三個意思咧就係社團呢個情況呢 A 又用得 THG 都用得。比方 a film society、the law society。如果有兩個電影團體嘅咧，可以講 two film societies。總之記住 A 或者 THG 唔係立亂用嘅。